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上角最近介紹咗呢，身體裏邊毒素多，容易生病噶。有11個徵兆呢，顯示你身體係有毒素喺度嘅。咁既然講起有毒素，當然要排走佢啦。咁樣對我哋身體有好多好處噶噃。嗱，我哋要知道現代人嘅生活呢係好忙碌嘅，我哋飲食作息都唔健康，人體裏邊相當容易積聚毒素噶。加上環境潛藏嘅塑化劑污染、重金屬污染造成嘅危害，同埋我哋食品之中過多嘅添加劑同埋農藥嘅殘留，呢啲呢都會增加毒素嘅風險嘅。所以呢，我哋要知道，一定揾啲好嘅食物能夠幫我哋排毒，就維持我哋健康嘛。咁我哋人體其實呢有一套自己排毒嘅系統㗎噃，就係可以透過流汗啊、排小便、排大便呢啲方式呢，將毒素排出我哋體外，咁就可以維持正常嘅生理運作。但係當我哋身體接觸過多呢啲有害物質呢，就會導致呢個代謝負擔太大，咁就冇辦法有效排出多餘嘅毒素。咁樣呢個時候，我哋就有曾經提及嘅11種症狀出現。好似疲倦啊、口臭啊、便秘啊、呢啲暗瘡啊、肥胖、三高，甚至呢會慢慢有慢性病同埋癌症呢啲情況出現。咁我哋要點呢？多食啲排毒嘅食物，就可以提升毒素嘅代謝速度，就可以遠離健康嘅危害啦。咁而家呢，同大家講下，我哋食多啲排毒食物對身體有邊方面嘅好處呢？第一，原來可以增強我哋嘅免疫力噶。排毒嘅食物呢，可以提高身體抗氧化嘅能力，咁就幫助抵禦外在嘅自由基嘅侵害，減少細胞氧化損傷啦，咁就可以提升免疫力噶啦。免疫力增強，我哋當然少啲生病啦。咁我哋可以試下綠茶裏邊嘅茶多酚啊，十字花科嘅蔬菜呢，就有呢個硫化合物，而番茄呢就有呢個茄紅素。嗱，呢啲全部都可以增強身體嘅免疫力嘅。第二個效果呢，就可以促進我哋嘅新陳代謝。排毒食物呢，有好豐富嘅維生素同礦物質噶，咁就可以促進新陳代謝，幫助分解代謝廢物啦。咁就加速毒素嘅排出，可以維持正常嘅代謝運作啦。我哋可以試下全穀裏邊嘅維他命 B 群啦，黑咖啡裏邊嘅咖啡因，辣椒裏邊嘅辣椒素，呢啲呢都係可以提升身體嘅能量代謝嘅。第三呢，原來可以減少發炎嘅反應。排毒嘅食物呢係有抗發炎作用嘅，咁就減少呢個代謝嘅壓力，可以舒緩身體發炎嘅反應，防止細胞受到損傷啦。咁仲可以降低病變或者患癌風險，就可以維持我哋健康生理嘅機能。我哋可以選擇薑黃裏邊嘅薑黃素啊，深海魚裏邊嘅 Omega 3脂肪酸，或者係牛油果裏邊嘅維他命 E。嗱，呢啲呢全部對抗發炎方面係幾好嘅。第四個好處就係可以改善我哋嘅消化系統。因為食多啲呢個嘅富含膳食纖維同埋益生菌嘅排毒食物呢，呢啲可以促進腸道嘅蠕動，令到我哋排便暢順，穩定咁排出積聚嘅毒素，同時能降低便秘同埋個肚脹唔舒服呢啲情況，維持你個腸道健康嘅。我哋可以選擇深綠色蔬菜裏邊嘅膳食纖維啦，乳酪裏邊嘅益生菌，嗱，呢啲都係腸胃健康發展唔能夠缺乏嘅營養素嚟嘅。基本排毒對我哋身體嘅好處知道咗之後呢，乜嘢食物對於佢可以更加發揮好嘅效果呢？呢個會遲啲為大家再介紹噶。想身體健康，記得唔好錯過啦。多謝你哋收聽。